他不吃肠，不吃这样，不吃肠。这不是，上来还要。Nam cho mo la de me
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可是刚才那个再跳一点。我忘了这个抽象。
我们女儿非得要养大的。老师可以抱着走，走哪地方都可以。对呀。还是一般的跟我们走，除了坐飞机、坐地铁、坐火车，对。跟他走。还有为了他就是旅行计划都要变。而且应该给他取个藏族名字，叫卓玛。真的好乖哦，扎西叫扎西，他公的扎西。我叫西达，你好。扎西。人家穿马甲啊，马甲队啊。马甲队。好，给你放了啊。啊。扎西的。扎西的嘞。扎西的。扎西的嘞。你给他取的啥子名字啊？乖乖。娃娃给他取的。哦。你要给他取个藏族名字，真的。3年级，他们3年级。
几点？10点半，10点半。今天晚上遇到鬼了，因为这个信号，我都自己看都看不下去了，真的。换一个手机，换两个手机试一下。这个手机有延迟，那个延迟比较低一点。算了，我觉得有那个。下边我在这条道路前。
就这
还没有麻呀。小屋里最辛苦。我有些。加西的嘞。准备走了吗？我有10分钟他们你呢？准备走了吗？把衣服拿出来。还可以吃，我们你们朋友呢？还得5买。人家说卖不卖你，哎，人家想要起头了。这边还有笑。喝水。那衣服包包是哪一项？说了一年。衣服包包。我的衣服，这个是谁的衣服？包包不要忘了拿哦。这个是谁的？手机。我的衣服呢？哪个的衣服包包快点来拿喽！这个是刘老师的。手机啊，包包你戴着帽子。哦，我们2个，这个是我的，我拿起走了。对。这个是谁的？小宝宝，小宝宝。手机。这个包包是谁的？手机帽子。小刚的帽子吧？没有，不要。手机。手机是谁的？小米一个哪个就起来了？掉了哇！手机真的没有的。